明報專訊綜合市場資訊，8月至今整體一手成交暫錄約380宗之際，會德豐地產旗下留花期約16個月的古洞 Park Silicon 二期 Palace Springs， 過去周日16日首輪銷售99伙81伙價單發售，18伙招標。發展商當晚表示沽出56伙，但據發展商昨晚約8時上載至一手銷售網的成交紀錄冊顯示，暫時有44伙的買家簽署臨時買賣合約，涉資約3.3億元。可留意的是 ，Palace Springs 已上載的44伙成交紀錄，包括8伙招標售出單位，其中第2A 座3樓私室特色戶，實用442方尺兩房間隔富連平台，作價1043.3萬元，實尺23,604元，廖創古洞一帶分層私宅的新高尺價。發展商表示，項目買家主要為新界區及圍村家庭、跨境創科人員等，亦有深圳家庭專程來港入市，以及長線投資者。賣得44伙，即係話銷售率只有4成幾，會德豐呢鑊都算老貓燒鬚自討苦吃。